整堂整咗15年，全部都係自學嘅。整仔係由細整到大，呢度幾歲整到依家，咁啊細個梗係用泥啊。糖嚟噶嘛？捏面的，捏糖。台灣沒有這個。台灣沒有這個。沒有。我好像試試了，我以為捏糖。3、2、1。開頭我係唔中意長洲嘅，但係後尾入咗嚟之後咧，即係揾到長洲嘅，哇！有咁多嘢嘅，就俾佢迷住咗，好有魅力。我喺長洲咧係重生咁樣。我細個咧就幾歲我就見過呢啲糖，咁我中意到不得了啦。以前我嘅形式咧，佢係喺一啲氣棚啊嘅側邊咧，咁就會有啲整糖嘅人喺嗰度。啊，我真係可以嗰個師傅喺度做1日做2日，我2日我都會抱住佢睇住佢點樣整嘅。即係呢啲咁嘅畫面咧，其實係到依家我都覺得好似尋日嘅事嚟嘅。我叫杜煥。從事呢個美術工作咧就幾十年㗎啦，咁依家咧就做得最多咧就係紮作同埋糖。你唔想揸住喺手度等佢硬，咁你就自己整嘅，全部都係自己整。咁我可以快啲㗎嘛，我整完之後，我整完第二支呢支啱啱好，咁啊慳翻啲時間。整堂整咗15年，全部都係自學嘅。整仔係由細整到大。呢度幾歲整到依家，咁啊細個梗係用泥啊，真係喺個田嗰度攞嚿泥。最難嘅咧就係你去做呢個材料同埋工具，應該係用咩糖咧？應該點煮咧？夏天有夏天嘅做法，冬天有冬天嘅做法，即係總之嗰個氣温唔同啊，温度唔同咗咧，咁我哋就會跟住嗰個温度嘅變化咧，就去煮唔同嘅糖。咁呢個咧係最難嘅，即係話嗰嚿糖攞上嚟，基本上2分鐘時間，即係你個温度控制得好啊！即係最好咧，你就一整完，咁佢就完啦，佢就硬，基本上硬咗。有一次咧喺德國咧柏林圍牆公園嗰度咧，咁我就喺嗰度咧就好多小朋友圍住咁啊就整啊。咁啊，整下咧就哇，好多人排隊喎！死啦，我啲料係得咁多，咁我就照整啦。整完之後咧就冇，咁啊咪走啦。咁啊，嗰啲細路仔踩住單車追，喂！我等咗3個鐘頭你冇，咁我真係冇。糖嚟㗎嘛？捏面的，捏糖。台灣沒有這個。台灣沒有這個。沒有。我好像試試了。捏面。面粉不一樣啊，糖是要2分鐘之內要搞定。會冷掉，能吃嗎？可以吃，糖尿病人都可以吃。老闆是不是可以放10年？最少。10年。招螞蟻啊？招不了螞蟻，招了很多人。3、2、1，謝謝。謝謝。真的是不暇。整堂之前咧，其實我係主要畫畫。我畫畫咧，即係好似喺度散步咁樣嘅，即係我又唔會去預設我想做啲乜嘢。有時諗得太多咧，你畫唔到嘅。冇畫得唔好嘅，其實畫得唔好都係好嘅。你中意點畫就點畫噶嘛，你中意打幾個交叉咁樣，你咪喺個交叉度，佢就會俾到啲嘢你啊。點解嗰度有交叉嗰度啊？可能唔係交叉喎，啊，原來加多個頭，啊，原來真係有2個人喺度跳舞度，係咪？紙紮咧就即係我都覺得有啲神奇嘅，即係有時咧當你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，發覺咧佢又引申到另一啲嘢出嚟啊！
即係我整糖嘅時候咧，咁就有個招牌咁樣去話俾人聽下呢個係整緊乜嘢咁樣。諗起我細個識嘅技巧，咁我覺得用紙紮嚟整個招牌。咁整嘅時候咧，因為嗰陣時就開咗間鋪喺下邊噶嘛，咁啊俾啲人見到，哇！你識整呢啲嘢？咁我話呢啲咁難，係好識，小學生都識嘅。即係我認為係咁樣嚇。佢話唔係啊，佢話冇人識整㗎依家，就算識整嗰啲人咧，佢都唔肯去幫我哋修補嗰啲嘢。因為佢哋呢度咧有好多人咧係冇獅子冇麒麟嘅，我話咁你攞嚟試下啦，咁睇下啦，係嘛？其實喺個過程我自己都學到好多嘢，因為我睇到哇，原來佢哋嗰啲嘢係咁做嘅。呢一個咧係諗住將呢一隻麒麟咧嗰個樣咧就係我嚟改咗佢咧，就我嚟戴喺度嘅。呢個係個頭可以入去嘅，戴喺入邊咧就連埋個口喐佢都會喐嘅。我自己做呢啲我就唔中意，即係咩都跟晒傳統一模一樣嗰啲嘢嘅，因為我查過啲歷史咧，以前嗰啲麒麟譬如話50-60年前嗰啲麒麟係點樣樣，依家嗰啲麒麟係點樣樣嘅？喂，你依家嗰隻都同50-60年前都唔同㗎。何謂傳統啊？我今日做不停做咗若干年之後，嗰啲就係傳統嚟㗎啦。